请点燃慈悲，天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好。请坐下。经理、郑经理，还有顾问主席，顾问，处长领任、副领任、组长，副组长，各位前辈大家好。平安日好。咱就继续啦吼。当然呢，好是遮有写是人，这人呢，人就是灵性由天而降，阿爸有种宝血，有这个性，有自性，有这个肉体，佮加上咱个人的因缘果报而成一个人。所以讲呢，这人来讲起呢，每一个人的命无共款。当然呢，肉体拢是相自性相像，但是呢，咱的因缘果报来到世间，每一个人的命无共款。所以讲呢，这人是安尼来吼。伫道家呢，讲顺道自然之理的，这就会知好是讲，伫道家呢，伊所讲的也就是要安怎回归倒转去迄个自然。所以讲呢，伫《清净经》第1章甲咱讲，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中用万物。无不知其名，共名法道。所以讲呢，这万事万物拢是道伊的生化、生育而来。所以讲，咱的根嘛就是道。所以讲呢，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若讲有来就有转去，伫以后爱复归倒转去到迄个自然。所以讲呢，咱人自然来到这个世间，但是沾染外在的一切，所以讲呢，咱要安怎恢复倒转去迄种自然，嘛就是圆头头光头头。这就是一个法则。所以讲呢，咱今日得道修道，无非就是要回归转迄个自然，无造作，是天真无邪，爱搁恢复倒转去。若安尼话呢，自然咱的人生就会当圆满。那伫儒家来讲呢，天理在人间之实践功德，天理嘛就是道，道者理也道也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天理啊，天理呢，伫这个人间呢，咧讲这个道德，这个道德要安怎去实践？因为道是无看到，伊是体有看到，但是德是用德咱有看到。这个人伊有道德无道德，这个人做唔好就是有道德，这个人做唔好就是无道德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人甲人之间内底，伫这人事物来讲，之间内底就是有了这个德来作为了着一个调和之地。所以咱人爱修三公五常之德，就是讲咱人爱把这个人道爱家做圆满。咱人道做无圆满，你要安怎成就了着这个天道？要成就了着这个天道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人道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内底呢，咱一定爱明白。咱嘛无圆满，无圆满来讲起，嘛就是讲咱人道无圆满。你人道无圆满，你要安怎来成就了着这个天道？所以讲呢，这就是咱病从哪里来？
济公活佛慈语吼，今日之景是昨日之因呐，明日之路是今日之心呐，今仔日的景，咱今仔日所去遭遇着的顺境甲逆境，无论啥物境，拢是过去所做的因。各位前面咱敢有认同？这句话有啦吼。所以讲起来，咱讲毋通怨天尤人，这所有的一切，拢是咱家己造成的，拢是咱家己造成。那当然，咱未来要较好，明日之路，咱未来要好的路，还是歹的路，要好的成就，还是歹的成就，拢盖在咱即世你安怎做。你安怎做？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有听经闻法了后，咱要未来会当真正救定圆满，那唯有咱会安什么心？安什么心？那当然安尼的好心，未来成就的就是善果。那如果安尼无好的心，未来就是形成这个恶果嘛。那安尼当然咱的命就歹啊。所以讲，咱的命好，嘛就是咱过去做了好；咱的命无好，嘛是过去咱所做的无好。那唯有就是安那，唯有就是爱去接受。知明毋是因私，知明是清澈。知明，咱知影，咱知影咱的性命，咱知影咱的命运，咱知影咱的使命。那伊就是清醒，咱有了解啦。咱像咱今仔日无了解，怨天怨地，讲啥安怎，毋知讲这个主事因缘，就是无好的因缘，就是无好代志的因缘。当然，你若去了解着了后，你自然会去甲伊接受伊之外。你会去改变着咱无好的事物，因为唯有改变，你才是会当解决问题。所以讲呢，咱听经闻法，互我讲过，咱爱感恩。咱会当听经闻法，听着讲师前辈所讲的，咱会当去觉察、观照，会当去觉察，借着伊讲的话，伊的文字来了解了着。咱家己的命，这观照嘛，观照着了后，你觉察着了后，讲有影。我即世人，敢若一切拢无顺，一切拢无好，若安尼讲，也就是咱过去应该有不足的所在。那安尼要安怎？唯有咱爱改变家己，改变家己就会当指望。向善，咱的命运自然就法度去解决。所以讲呢，咱会当知明嘛，就是照过有修道咧。若无咱伫外口互你做做讲有咧趁钱也好，无咧趁钱，就甲规工内底拢是落伫即个世俗的内底，要听经闻法的机会根本就无。各位前面有听经闻法较好，还无听经闻法较好？有听经闻法，因为安尼咧，互咱知影，因为有对照啦，有人咧讲，咱家己实际生活啦，有对照了后，当然你会了解，讲安尼讲有理，安尼有理了后，要调整咱的心调整咱的行要安怎对无好会当甲改变。所以讲知明是清楚，互咱照着听经闻法，会当互咱知明。那认命咧是消极，认命咧我这世人已经歹就是歹无可能更好啦。我就是遮尔歹的命我慢慢就拍拼，我慢慢就安怎，家己意志消沉落去，怎啊人生怎啊躺平咧？迄个无好继续不断咧。那伫这个所在呢，咱来讲起这个颜料法。颜料法呢，去互一个会使讲真正资深的这个相命先生甲伊相命。
佮伊排丢脸。咱若有去相命过咧，相命先生拢会甲咱排丢脸嘛吼。到几岁的时阵，你会当着啥会安怎，会发生啥会好会歹会安怎？拄啊好有命算到无命的时阵，就是要结束啊。算到无人写嘛吼，无人写安尼。这演了凡呢，听到这个相命先生吼，安尼讲了，那安尼我嘛。意志消沉的讲，佮安尼嘛无法度改变，这是命中注定，就是安尼嘛。所以伊就意志消沉。毋过呢，伊去当着迄个分国上师，分国上师呢，搭甲点册，伊讲命由极毒，福以心生啦，祸福好门，依因自招啦。那安尼敢会改变？那听分国上师安尼讲，敢会改变？会改变。所以一世命运操之在家己的掌中。如果呢，你若去了解着了后，咱会当去恶将善，慢慢改好。其实人咧做，天咧看；人咧做，天咧调。你的命会改变。咱迄个高阳吴母娘倒去嘛吼。伊过去的时阵呢，少年的时阵，讲因妈妈去算命，甲算命吼，讲食到35岁，敢会惊着？会嘛吼，所以讲呢，上一个，安尼，无搁加上2个看卖啊，3个上过歹势拢35岁。你若演了完讲，我就甲我等死落啊，敢是安尼？但是咱辜负领人，伊得到道了后，伊迄种的诚心呢，真正咱高阳的浅显，还是咱中原的浅显，咱有了解，咱就知影，伊对到即种无畏的付出、牺牲、奉献，伊食到几岁长？80来87嘛。安尼咱就甲想，敢会改变命？只要你有咧做，天就会咧甲你摆卦。所以咱人的命，3种人的命，相命先生相会准。第一就是行善的人，第二就是修道的人，第三就是做恶的人。因为这3个人，伊命运咧改变。做恶的人，有可能伊这世人照伊的四肢八条，有可能咧会当活100岁，结果咧食50岁就死啊。为虾米？因为伊咧做恶。行善的人，修行的人来讲起，因为伊咧做善。伊虽然伫人生这世人有可能坎坎坷坷啦，爱说讲逆境足济，但是因为伊有咧做福，天有咧甲伊摆盘，所以讲咧，伊会化就逢凶化吉。咱讲着逢凶化吉，为虾米逢凶化吉？因为咱之前有做功德较准，所以讲呢，伫迄个当下，咱自然而然就有谈判的筹码，甲咱的无形大德讲我就无功德来回向互你，功德来回向互你。所以讲呢，咱自然就有谈判的筹码。所以讲呢，咱会当逢凶化吉，意难成想，就是咱过去有咧做，做了着无限的这一种功德。所以讲呢，伫需要的时阵，你用会得，你就用会得。所以讲呢，修道人顺天而行，逆境而上啊。咱修道的人顺天而行，你爱照天理去做。不足的慢慢改变。伫言甲行的当中呢，咱一定要去改变。伫咱人言行不足的时阵改变，对人敢会当变成仙佛，敢会？会哦。成仙佛是安尼成的呢？成仙佛毋是先烧酒槟榔粉食到死，安尼去成佛呢？安尼就西方一个世界都有那种烧酒槟榔粉啊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，咱会成佛袂成佛是伫遮看你安怎修行呢？你若你的言行举止愈圆满，你就愈成佛啊。所以讲，在世成佛毋是出世才去成佛呢。所以讲呢，咱伫修道内底，我们逆境而行，修道一定要经过了解、切磋琢磨，
爱切磋独活啦。所以讲，伫咱修行的过程，咱有当时会有人事，有了解这人事物的问题，伫这个当中，佮甲咱后天的逆境、顺境，这种考验的。顺境卖考倒啦，因为我无时间在道中，因为我足无用的认真咧趁钱。逆境的时阵，我起来也袂保庇。安尼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不断的咱早期讲的，它是要成就我们嘛，是要成就我们。所以讲呢，伫逆境内底，咱会当互咱的心去调疗。你有法度伫逆境中，来达到了着心得稳定，无受到环境逆境的来甲你影响，那你坚持了着你修道的意志。安尼呢，自然而然，你就有法度能步步高升。伫迄个时阵，你嘛当会欢喜，嘛当会欢喜。因为安怎讲，我修道了后，我感觉我的脾气无变，我要改，我感觉今日道理就好。安尼的时阵，自然你就会当安怎呢？你会愈行愈欢喜，你的付出会愈来愈多。安尼呢，咱会当成就。是讲佛法呢，指以命可以苦，志不能苦；境可以难，心不能退。咱修道，唯有要转去了脱生死，那唯有就是修条这一条。咱经常听讲师伫咧讲，行尽世间千条路，万条路，唯有啥物不无言？修道本，敢是安尼？敢爱修？爱修。所以各位先贤，大家拢爱快马加鞭。修道，若袂当成就长期，咱这礼拜的诸佛菩萨是拢过去的修行人。只要咱照伊的行义去做，各位先贤，咱伫百岁年老，大家拢会当灯棍缓缓来转去。尤其是咱搁得了着这个道，所以讲，咱毋能讲当着逆境的时阵，听着人讲啥，爱出去当着逆境，还是讲同修之间内底，同事之间内底，有啥物不足，伫修道，咱真仔甲修起来。这个修甲伊修无共，台语音相像，修，修道的修，要修起来的修无共，但是台语音相像，爱听好势，毋通真仔甲修起来。入面，呢，也就是改写人生的剧本改写人生的剧本。咱来讲到傅中春，这个真人。傅中春呢，伊是原来好野人，但是伊有惜命，身世甲惜命，讲你上蛇所靠的命，上蛇所靠的命敢好？毋好嘛伫这个时阵，傅中春真人呢。伊听到安尼，伊无因意志消沉，伊讲我既然甲是上蛇所靠的命来讲起，我即摆呢，就开始行善做好，普求造路，安尼伫咧行善做好，尾啊呢改变命运，对上蛇所靠，修甲比上良处诸，安尼行善敢有差？有啦有差啦那搁再来呢，也就是讲这个马丹阳，这个马丹阳呢，拜这个王重阳先师为师，但是这个马丹阳呢，伊足好业，迄钱偌济你敢知？敢知？毋知？遮认济安尼啦，遮认济安尼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王重阳先师呢，甲马丹阳先生讲你这钱遮济，你无法度受用，你先会垮掉的就对啦。所以讲呢，这马丹阳呢，甲伊的财产拢怎啊布施出去。那当然呢，布施予这个王重阳，王重阳就用这个钱共款去甲伊扶贫济困，甲伊普求造路。所以呢，尾啊马丹阳嘛来成就。那咱来讲到这个孙不期真人，孙不期真人呢，
哦，伊是一个富贵人家啦，啊，伊生做也袂歹，哦，啊，伊讲要去拜啥物人为师，哦，啊，毋过呢，即个王中龙先生甲伊讲，啊，你要去到遐拜人为师，啊，这一路迢迢遮尔远，啊，你搁生做安尼，你敢有法度通行去到迄个所在，安全去到迄个所在就对啦。孙不记呢，哦，伊听到安尼了后，伊怎啊去督办？哦，啊，迄个水流呢，甲遐滚滚，怎啊甲喷水落去会安怎？飘飘飘飘。敢会喷起来？喷起来的时阵，伊面怎啊转落？哦，痛死。安尼来问王中庸先生，伊讲安尼我敢行会到啦，敢会当去受道啦？伊讲安尼真好，安尼会。咱讲伊前面，哦，伫咱人生的当中，咱如果有肯定的这个修道，咱爱有因的志节，哦，有迄个志节，咱才有法度通达到了着这个圆满。伫人生会当改变，修道敢会当改变命运？敢袂？会领，啊无太袂讲袂，啊袂讲会，哦，其实。修道会当改变啊，互咱人的人品品质提高，自然人人拢好，咱会当广结善缘。上界无伫厝内底，家内就圆满嘛，敢是？哦，咱家内若大家拢有咧修行，哦，大家脾气毛病拢有咧改，有咧调整，咱讲真诶，咱这个家庭会愈来愈和谐，哦，伊和谐度会愈来愈好啦。哦，啊若无的话咧，大家拢要抢家己的欲，哦，啊善嘛留善，啊，这个家庭内底太圆满，它就不可能圆满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修道会当圆满，但是咱一定要改脾气去毛病。哦，啊，佮再来讲，咱老前人以五大牺牲、五大牺牲，最后成就了着圆觉地位。过来利用因老母为惠甲菩萨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伊用伊的人生内底做出有意义的代志，利益众生的代志，也当牺牲甲奉献。啊，过去的诸佛菩萨性格伊就是用安尼咧做，啊嘛是真正伊安尼做了后咧，改变了伊的人生，互伊即个生命的价值观会当流露。咁样呢？哦，啊若无的话，一世人有啊，做遮昆清啊，哦，啊来到遮咧有家财万贯啊，毋过到最后双手空空啊，哦，啊毋是草生草死嘛，啊，即摆会当互咱创造生命的价值，哦，咱无爱去家己创造，那要搁互伊继续安尼落去，那安尼咱得到道，甲无得到道，又搁有啥物差异？哦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争取。哦，咱要安怎来修行学道？佮再来就是讲，哦，夭寿不义，修身以顺治。哦，夭寿不义的意思，夭寿刚好，夭寿就是早死嘛。哦，中寿刚好，中寿好嘛。但是遮的夭寿就是讲，无论你是夭寿还是中寿，哦，我们不再生恶心。莫搁说去互你甲你控制了的啦，哦，因为咱人要食几岁，敢会当咱家己去拍算，袂当嘛，哦，要中寿夭寿，咱袂当去拍算嘛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处理即种夭寿不义的讲，不要再去为了生跟死，迄个心伫迄个所在忐忑不安，哦，因为迄咱嘛无法度来去主宰，那随着因缘随意而安。哦，遐有存在，那莫去执着，搁伫即个世事用即个心的话，要安怎修身以顺治，甲咱即个心力、烦恼的心力呢，甲放伫修行入入，修行地条嘛，就是讲大天命啊，哦，就是讲成就，哦，真的能够去成就，入入祸福之根。地印就是转印之本，啊，入入祸福之根，地德
哦，咱的福的，等下当来进自然语言的迄个福甲会当进入。哦，咱来甲修。当时释迦牟尼佛，伊若如果讲我做太子就好啊，敢有今仔日的佛道？无嘛吼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伊为了修行度化众生，但是伊的福无求自度。咱进即个释迦牟尼佛的慈善哪有这？敢是伊求来？毋是。所以讲的伊入了后，吼，迄个福禄寿不求自度。你甲看卖，咱讲有公山好啦吼，莫讲其他迄个大陆宝典啦。咱来甲说，伊无为着福禄寿，伊干那修心入德，伊的福禄寿敢有够？有嘛吼？伊若如果干那修福禄寿，伊敢会成就佛陀？所以各位前面，咱要安怎做？咱爱知影。因为这嘛就是讲伫自世法甲出世法。立愿就是转运之本，立愿。入愿就是咱咧讲的，要爱安怎成就的阶梯。因为你有地下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，自然你咧行善，你不好的运它会改变。你若如果讲无的话，空嘴无舌，空嘴无舌，你的命运会改变。你的心无改变，你的命运会改变。你的心要改变，你无听道理，心态会改变，敢是？所以讲咧，伫听经闻法，即个法来讲咧，其实是咧学方法。要安怎互咱离苦得乐的方法？要安怎互咱改变命运的方法？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听经闻法。只讲我何甲咱讲，愿力大，名就小；心量大，路就宽。愿力若大，宏誓大愿，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的宏誓大愿，命就小。命就小就是讲就是他的这个去互这个命运甲你束缚，自然就少，因为它会改变的。咱来多讲的，你有咧行大功立大愿，你不好的病运它就会减少，所以讲呢，它的束缚就小。而且咱的命运，咱袂去互命运转去。咱会当来转咱的运，会当转运。那么呢，心量大，路就宽，心量较宽，安怎你拢会当接受，敢有解啊？善恶好坏，爱恨情仇，你拢无的话，你会有恶缘啊。你看人好，人好，我们就广结善缘。所以讲呢，就讲无论。咱的同修大德，咱交咱有缘的同事、村里的人，大家拢有不足，敢是安尼？敢有讲别人拢不足，我上好，敢有遮好？其实啦好势拢嘛讲你话拢讲客观就好啦，因为咱嘛无做甲遐好啦，咱无遐好，咱要共要求讲你爱100分，有当时咱嘛讲袂出来啦。你讲会出来，人边仔人嘛有意见啦，敢是？所以讲咧，咱的心量，以佛来讲，平等心，当会当成就佛；平众生心，当会当成就到佛。佛是行平等心，无恶言对立，都无爱恨情仇。安尼话咧，咱的路啦。若无咧，咱会愈行愈黑，愈无人缘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要有人缘，你嘛爱表现这事情。修办人的天命，修己生之德，修己就是讲咱修道的人要生之德，德就是爱有孔子所讲的，有了温良恭俭让啊。这个5项的美德，你要安怎家己去造就，要安怎家己去修持，那安尼话，你的家庭平安。你的国家就会当国泰民安，世界自然就会和平。那咱今日去修道的人，
你嘛是因受了着你这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心而成其德，由这个德，就是你自性的圆满，你才会当归根复命，嘛倒转去归迄个位啊。哦，所以讲咱咧修道，毋是讲叫大家拢去做好就好啊，敢爱修家己？敢有叫大家修爱修悲己莫悲？敢有？因为就是要互大家会当了脱生死，一定要福慧圆满。你茫想啊，我做善事了啊，我家己无要修好势，对不起，哦，天顶无你的位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修办的人，咱修己度人、度人，爱是行其言，爱行啊。哦，咱爱去倒数，爱去度人。人为虾米呢？人大日窟啊，敢爱挑咧家己。哦，为是毋免蛋丝啊，互伊夹，锤啊，互伊甲手啦。啊，若无遐个心，你无跳落去，敢救会着？袂着啦，敢若救会着，伊就毋免带遐530万咧，对毋对？哦，啊，伊个530就是因为伊爱人跳咧共进，所以咱爱行出去。啊，咱伫道中内底，哦，咱的道有要方便，哦，要有道气。之前要不要有人气？啊，敢爱大家扶持，啊嘛家己了完啊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咱毋通想讲，哎，免用着我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度人要成全，咱各位坚决，哦，咱有时间咧，真的，哦，爱宣传，有请来，啊，嘛有咱爱去。所以各位真贤，咱若想要平常时就会当行大功了大业，我们要去访亲，安尼较好。真正呢，啊，就明仔载联络一个，一两个、两三个，啊，咱明仔载来找啥？安尼就是咧行大业安尼。啊，无你讲逐工伫遐买手机啊，哈，无彩价，你若去找道亲点偌钱，2点钟，现赚2点钟，较好。因为吼，你就是财死甲法死啊，因为坐车爱钱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去讲一寡道理，哦，我昨听迄讲师安尼讲吼，我分享互你，安尼就是，哦，就是咧成全嘛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度人成全，行其愿，承担其责，哦，咱来承担，伫道理咱来承担，咱若无承担的话呢，其实讲起咱要咱建功立德，即个我嘛毋，迄个我毋，迄我毋。叫这个也无爱，这个我也无爱，逐项拢是，后盖你也无工课做，因为叫你毋但就袂叫伊啊。哦，啊若真正无用无要紧啦。哦，当然，互我拢讲过，咱算完并行，无可能逐项到啦。哦，啊若真正袂拄啊好，你甲牵线出去，我真正袂拄啊好。哦，啊袂拄啊好的话呢，那就这样。哦，啊所以讲咧，大家传，哦爱承担，啊敢爱传承。承担也是传承，哦，啊，因为呢，阮这辈吼拢已经年纪老迈啦，哦，毕竟老人家哦，嘛希望一寡较少年的年轻一辈哦，会当承担，哦，会当学习，哦，会当学习。